依那个说在那个乘客的那个立场上的话，它是多了一个可以在那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情况之下然后那个可以去那个来招呼车辆。那当然了，那个说以我们那个司机来讲的话，那更是不错的一个方法，因为我们在那个很远距离的地方就知道说，下一个车站就是有乘客要招呼要搭车。甚至是有那个轮椅的那个乘客，因为有时候轮椅我们，比如说我们大客车要停的时候，我们必须找一个很好的地方。为了要让公车看到，我们就会跑到外面的那个车道去举手。可是这样其实对行人还有机车族都蛮危险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多了这个铃的话，应该是会比较安全。咱较早咧等公车咱都惊讲无张持公车去走过。公车司机咧驶车，路况真复杂，嘛咱会烦恼讲无看到有人客咧下手。所以即马咱市政府来推动规划即个智慧单车的系统，会当来解决以上的问题。拢总有3种的使用的方式。第一种，咱若是有咧使用大台南公车的 APP， 伫咱 APP 内底，上新的版本内底，就有即个智慧单车的功能。咱选择咱要坐路线，会选择即个我要上车的即个功能，甲试落，就会当直接来通知司机。第二种呢，若是无 APP 外地来的朋友，嘛会当直接扫描咱站牌顶的 QR code，嘛是有即个我要上车的功能，试落就会当来通知到司机。第三种，伫咱现出是有19位的即个候车亭，拢有设置着即个单车的电铃。即个电铃咱甲试落的时阵，阮会通知到司机身边的车机啊。现出是即个智慧单车的功能伫咱3条路线来实施。第一条是咱市区的70号，搁咱第2条甲第3条是咱麻豆嘉里到嘉义高铁站的柑仔石9号甲柑仔石91号3条路线，所有的站牌拢会当来使用。乡亲若咧使用的时阵，会记得通知司机了后，车来的时阵嘛是会记得甲司机下手。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台南市的公车系统现在是率全国之先来启动智慧等车、智慧叫车的这个服务。过去大家的习惯就是在公车上的时候要下车要按铃，现在我们要上车的时候也要按铃。那按什么铃呢？除了就是说在公车站牌上可以用按铃来这个通知驾驶，而且让驾驶远远就看得到这个停靠站是有人要搭乘的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开发手机 App 来搭公车来这个预约，同时也知道说这个公车要到站的时间，就不会发生这个等半天没等到，那稍微没注意到公车就跑掉了，过站不停的现象。因此呢，我想大幅优化以及提升了我们台南市公车的服务品质。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小黄公车，现在已经扩充到31个路线，服务天边、海角，就是比较偏远地方的民众。同时呢，我们也这个优化了这个公车的离峰时段的服务，就用9人座的休旅车来取代大型的公车。同时，我们现在台南市已经有95部电动公车了那大大降低了公车的排放黑烟，以及对于空气品质的维护也大大增加。那所以说，一步一步、方方面面来提升公共运输的服务品质，也希望市民朋友们能够踊跃搭乘，能够让许多公车真正服务到你的行的便利，也服务到你的心坎里。大家好，我是杨春怀，欢迎收看6月27日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港国家孤园内底有着台湾上大的海南工作群，管理处为着维持生态多样化，为7月份到9月份，除了加强巡护，嘛会进行交通管制，避免人为的影响。
每一当6月到9月，就是海南宫伫台江国家公园范围内欢喜上重要的季节。透过守护之江所提供的画面，会让看出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对111年开始的保育行动，已经让海南宫对4000只到旧年8000只，而且今年敢若一天就发现1000只的数量。对大自然的食物链加保存物种的多样性相当要紧。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一些珍贵的陆蟹资源保护下来。那为什么要保护这些陆蟹？其实陆蟹在生态系里面它是分解者的角色。如果它在生态系里面能够把一些底层的一些枯枝落叶或者是动物尸体等等的一些底层的一些腐植物能够清理干净的话，它可以让这个海岸林的生态系能够维持它的健康。就因为海南宫伫自然生态扮演重要的角色，嘛，让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伫因的欢喜期间持续进行交通管制等保育行动，除了培训之间进行调查甲巡护，避免有人为的破坏，嘛，好民众伫这段期间避开管制区域，互保的海南宫安心过马路，顺利生下后一代。我们就是在护蟹的部分，主要工作包括有监测调查，然后巡护跟交通管制的工作。那希望透过就是护蟹志工的协助，能够也让他们能够了解，就是这里珍贵的生态，让他们能够发自内心去爱护这个地方。如何维持大自然的生态平衡，避免人为的破坏？台江处除了呼吁民众配合，嘛希望让大家拢有生态保育意识，共同来遵守。咱的新闻军及采访报道。劳动部分家人分署委托台南市运动场所服务职业工会，将伫8月初办理第1场健身教练养成班青年专班。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报名。近年来，因为健身产业快速的成长，加上高龄化的社会，运动休闲哪来哪受重视，相对的健身教练的需求嘛哪来哪增加。因此，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台南市运动场所服务职业工会，举办全台第1场的健身教练养成班，将伫今年8月初要来开课。申办单位上午透过议员林美燕召开记者会，希望有兴趣的民众踊跃报名。你如果真的喜爱运动又想要说未来有个证照，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因为你如果有这张证照的话，你在未来的社会竞争里面、就业的竞争里面，你又多了一个保护伞。报名期间对今日起到7月2日，培训的对象是15岁以上具有工作的意愿。而且工作技能不足的待业者，训练的费用一般国民失业者政府补助80%，特定的对象失业者完全免费。这个课程里面呢，有包含 AI 运动科技最新的一个方式，怎么去做检测跟评估那它都是一个就是医疗式的医疗式的，就是说是针对我们身体健康所以它肌少症，还有就是我们的骨骼组成还有我们身体的一个水分、柔软度，这一些全部都可以测得出来。授训时间402点钟，包括学科加健身房的实作训练，让学员会晓教，会晓练。嘛会晓观察评估，加正确的指导，具有职能3级以上的教练实务。台南新闻林根杨顺怀采访报道。台糖中营酒店拜3公益活动，顶半年是协助台南市有名市场协进会，透过消费大众成功募得177000瓦。后半年的协助对象是喜憨儿社会福利基金会。希望社会大众继续响应支持。台糖中营酒店93公益日活动，自2007年举办至今，透过食遍天下自助餐厅每礼拜3的用餐优惠方案，号召社会大众做伙来做公益。16年来，募集超过400多万，加惠将近26个公益团体。在周3公益日呢，基本上我们是希望大家来跟台糖长荣一起做善事。把爱的力量分享出去，
虽然只有小小的50块，可是你可以享有7折的优惠，来这边享有美食，重点欢聚爱心一起传递下去，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亲友。所以呢，台糖长荣酒店呢，这个周3公益日呢，在下半年我们持续的下去。单单我们从2007年到现在14年，我们募集的善款大概将近400万左右。虽然说累积下来400万，平均分散到每一年，其实还是真的不多，只是杯水车薪。我们希望做的是抛砖引玉的工作，期待大家来，每天做一次小善事，每一次来50块小小的善事，但是回去可以在你心里留下一个涟漪，留下一个记忆，留下一个回忆，最终可以带着微笑入梦。这个是我最希望的，大家可以多协助我们台湾的弱势团体。台糖中央酒店今年顶半年的合作对象是台南市幼民市场协进会，活动早至6月26号，已经为因募得17万7千多块，用于市场社区大厦专款基金使用。是让大学这样的一些活动有静态的，有动态的。那您看到了这边是动态的，那其中有类似盆栽啦，或是类似精油的一些作品哦，还有其他他们自己用手然后来编织而成的一些作品。那我想这些教育是对他们的一个好处。除了你们看到的这些成果以外呢，对于身心障碍朋友、对视障朋友而言呢，他可以透过教育，可以让他的心更专注。下半年的帮助单位是视汉儿社会福利基金会合作计划，合作老汉儿健康支持计划。35岁以上的老人，其实他会面临双重老化，家长也老了，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结合了职能跟物理的一个附件，还有营养师的一个营养膳食的提供，还有一些相关的讲座，来能够提供憨儿跟家长更好的照顾。根据研究显示，心智障碍者伫35岁时，就会面临肢体甲认知能力的明显衰退，日期爸母也渐渐的变老，因此也互这个家庭承受着双重老化困境。而台糖中酒店这次活动规划，就希望会当帮助到基金会顺利推动老汉儿健康支持计划。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台南市好人好事运动协会结合一个善心团体，6月30号将发起关怀活动，希望民众来踊跃响应。大家拢知影关怀一地救人一命，不过最近超级热的极端气候，加上疫情来搅乱，以及暑假之交，就是影响关怀量上大的季节，嘛，互关怀中心相当烦恼。因为直到6月27日统计，南部血液库存只剩4天，无到1礼拜安全库存量，整体已经有6000地以上的缺口。近期已经开始放暑假，那我们的血库就会先少30%。那这2周又因为真的太热了，所以原本上一周预期说假日一天可以有4000袋的血液进账，都大概只有捐到7-8成。面对欠血危机，台南市好人好事运动协会徛伫只要有需要，就会伫第一线的心情，即会全力配合关怀中心。6月30号，就要伫台南公园出动4台关怀车。对处议员林美燕为了唤起民众到时热情响应，嘛协助召开记者会，并邀集公部门卖力来宣传。血库必须要有一个安全量才可以，因为要及时救人呐。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好人好事平常就是在关心这些，鼓励大家说好话、做好事，所以他也希望说，在这一次暑假之前，他们就举办一个捐血活动。那我们好人好事运动协会也准备了很丰盛的结缘品，就是每捐250cc 的血呢，就可以得到全联礼券200块，再加1包关庙面。那如果说捐赠500，就是可以赠送400块的全联礼券，再加2包的关庙面。这个都是有善心人士给我们这次活动的赞助。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
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画家欧文钦接触一个体学观念，伫70岁时阵推出我画故我在大展，以画笔彩绘74位中华体学家，让人看到伊人生所代表的思想。画作有写实，也有抽象，有的灌注哲学妙思、独特观点或生命故事。侯文清笔下的哲学家画像，就是他所认知的。哲学止于哪里？止于艺术。那艺术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孔子一直在强调诗书礼仪，就是诗书礼义乐春秋，因为人必须要有美的东西来加强内心。侯文清的艺术狂想扩大了哲学家的定义，耐人寻味。其中有一幅是怀念恩师沈哲哉，对侯文清生命历程有着很大的影响，是绘画老师，也是人生导师。我画这个景色是京都那个南山那个都月桥的，你看这不是迎宾啊，这是送客啊，因为他已经走了。画展现场有布置200号的大作品，是74位哲学家个人画像，另外有哲学家的经典书籍，还设置阅读椅，观众可以自由阅读，对照画作，品味侯文清在70岁独特的哲思。记者苏怀谈的报道。中央大学 EMBA 校友会秉持着社会责任、热心公益，捐赠偏乡查经学校60万奖学金，甲20万的物资。同时邀请剧团演出反毒戏剧，向囡仔宣导毒品的危害，希望借此替偏乡学生提供更加侪资源甲机会。我林则徐奉当今圣上旨意，前来广州查禁鸦片。中央大学 EMBA 校友会秉持社会责任、热心公益，特别邀请水源村剧团演出反毒戏剧《穿越时空的反毒旅行者》，分上下午2场演出，为桃园10所偏乡学校的同学宣导毒品危害，并且捐赠60万元奖学金及20万的文具与玩具，希望借此为偏乡学童提供更多的资源与机会，也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当中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那平常呢，我们都到他们学校去。那这一次呢，为了要跟去年不一样，那所以呢，我们特别也召集所有的 EMBA 校友，能够耗资巨资啊，请水源村剧团啊来到这边表演。那透过这个反毒剧啊，希望能够带给偏乡的国中小能够提早认识毒品，也尤其现在社会呢诱惑也是蛮多的。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表演，让基础教育学生能够呢提早认识，而能够注意到毒品未来的一个诱惑，这个是我们最重要一个初心以及目的。那我们希望能够经由这些投资呢，能够稍微平衡城乡的差距，让偏乡的小朋友能够有更多接受优良教育的好机会。生动的舞台展演吸引着台下孩子们的目光。反毒戏剧《穿越时空的反毒旅行者》结合了历史典故与童话，围绕着清朝林则徐奉旨禁烟、鸦片入海销毁后意外展开的时空冒险旅程。校长表示，很感谢中央大学 EMBA 长期对偏乡学童的关怀与照顾，奖学金捐赠让孩子们有更多的学习资源。舞台剧展演也让他们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了解反毒的重要性。中央大学 EMBA 这几年来，对于偏乡的学校，一直很热心的帮助大家，然后让我们偏乡的孩子资源更丰富。我相信这个剧场对小朋友来说一定收获很大，因为偏乡的孩子在家庭的教育背景
资源都非常缺乏，非常需要这一块的协助。那今天这样一个剧团，相信会给孩子对于毒品的危害有更深的认识，然后也会让孩子谨记毒品的一个危害是对人的生活有多么大的一个影响。中央大学 EMBA 校友会长期关怀偏乡教育，之前都是到各学校去做捐赠，这次则打破以往模式，把孩子们带来中央大学，结合捐赠与反毒剧展业。校友会将会持续推动各类公益活动，并且特别针对教育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议题来做规划，为社会带来更多正能量。记者赖武一统一报道。嘉南市府甲嘉南市体育会举办嘉南市长杯甲全民运动会代表以及积分赛选拔，透过赛事选出代表嘉南市的国标舞歌手，参加10月份伫屏东举办的全民运动会。超精彩的国际标准舞市长杯暨全民运动基隆市代表选拔赛在七堵水漾会馆登场，来自基隆的年轻国标舞选手齐聚，展现摩登的韵律与拉丁的热情。开幕典礼的表演赛中，这2位基隆出身的国内职业摩登决赛选手带来精彩的舞出。我是王林宏，刘一威。我们是目前台湾职业的国标舞摩登选手。那我们之前是业余摩登冠军，那我们现在最近转职业，我们搭档已经有将近7年了，那所以我们算是长时间的合作伙伴，然后我们也是有征战到世界各地各个国家。那因为我们最近去英国黑池参加那个舞蹈节的赛事，那才刚回国，然后在这个英国舞蹈节赛事之前，我们还去意大利进修，对这。为期大概将近1个半月的在国外进修的时间，希望能够为台湾在国际上发扬光大。这样，还要为基隆争光的，还有这2位来自基隆的国手。我是任爱丽。我是蔡哲香。我们是目前中华舞种的现役代表国手，然后目前已经连续两任获得我们国手的荣誉。然后呢，我们一直都是代表基隆到世界各地参加比赛，比如说我们去年2023年我们去了香港，然后日本，然后还有德国、斯洛维尼亚等等国家进行比赛，然后也获得了很好的殊荣。我们的目标还有期望是以后可以继续为国争光。对于在国标舞的路上，那我们认为最需要克服的，毕竟还有，因为我们国标舞是双人舞，所以呢需要两个人，我们的不管是个性啊、默契上，那边或者是一些时间的搭配上，甚至在出国，我们需要很多的金钱，所以这东西都是我觉得我们在国标舞上一个好的舞者都需要具备的条件。团体组的小选手来自5人国小，极具张力的动作及队形变化的舞蹈，赢得满堂喝彩。5伦国小和长乐国小社团课出来的学生们，那他们将代表基隆市去参加10月份的全民运动会的13岁以下团体队形舞比赛。从去年10月就开始训练，对，那他们每个礼拜1次到2次的训练去加强他们的比赛。那他们团体队形舞里面有一些学生也是会代表基隆市去额外参加单人单项的比赛。那非常谢谢5伦国小校长他们提供这么好的场地借我们去做训练。我学舞学了4年，然后在练舞的时候有些动作会忘记，但是还是会克服困难，会努力的把舞序记住。我喜欢跳国标舞，因为就算是那天我还是摩登舞，我都会很有成就感。现场贵宾云集，给予这一群新生代的选手满满的鼓励与支持。今天非常开心来参加我们这个国标舞的锦标赛，不论是年纪小的小选手，我看得非常的钦佩哈。那我们基隆也有很多这些舞技都很优异的这些比赛的选手，希望大家都可以拿到好的成绩。我们要继续努力，来好好推广这个活动。我们看到这次活动有很多的我们的国小低年级、高年级有都出来比赛，代表我们这个活动已经有新兴的年轻一辈出来。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刘正成主委、刘文举总干事大力来推展，更谢谢市长，在我们运动到台湾这一块能
加持，希望我们今天选出来的选手，在我们113年全国全民运动会在屏东举办，能旗开得胜。今天来参加我们基隆市体育会舞蹈委员会的一个国标舞的一个锦标赛来这边为他们加油打气。那国标舞它本身是老少咸宜，都蛮适合的那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多多参与。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就比较年轻，薪火相传。我们以前也成过辉煌的成绩，我们现在有最好的得到冠军，也有得到全国总积分第3名，也有全国摩登舞的第2名，拉丁舞的队形舞的第1名。基隆市长杯不仅是培育优秀的选手，这次比赛将要选出我们基隆最优秀的选手，代表基隆参加今年11月份屏东的全运会，希望能够带给基隆更多的金牌。这一场赛事是基隆第一次以国中小学生为主要对象的正式竞赛，期盼以市府的号召力，唤起全国国际标准舞蹈界的团结，办理具有世界规模与指标性的赛事，来提升台湾国标舞的正面风气。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感谢你收看6月2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